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昨颁奖，上大的荣誉杰出奖就是颁予清大生科院的副院长孙玉珠女士。伊伫毛囊病的研究有真大的贡献，对咱人类神经退化相关的疾病，譬如讲失智症的治疗，伊的付出是真侪。 体质控制署台湾杰出女科学家奖最高荣誉的杰出奖，清大讲座教授孙玉珠真欢喜。成为女性而为荣，我在清华已经20多年了，所以这个奖对我来说，好像终身成就奖。 伫清大20多年，伊带团队专攻毛囊病分子结构甲生物研究，上代表性的研究是甲中研研学者，也是先进的小团顶实验室合作，成功解释毛囊病分子结构，佮找到突变位，互失智症治疗出现希望。伊毋是明星高中甲上海大学毕业，伊讲学生时阵也想要到有这成就。 我不是学霸，凤山高中，然后中原化学，然后到匹兹堡大学拿的博士学位，所以，但是我还是可以做得很好。今年新秀奖两个得主，台大分子生物所副教授朱雪平，拍开基因秘密改做癌症治疗，高中时阵就对生物真有兴趣，佮用家族做研究的主题。 想要做什么事情方面，就是家长，就是我的爸妈都没有特别的去干涉我。另外一个得主刘明雄是中兴县南部生技中心副研究员，领先全球破解农作基因序列，随着逆境成长关键。自细爱看侦探阿辉，爱问为什么，真爱研究。从小看漫画这种探究为什么，让我可以走到现在。 得奖的女科学家对未来要行科研的女学生讲，做家己喜欢的代志，唔通惊失败 ，Be happy, be yourself，都会有行落去的动力。记者综合报道。